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在地人的故事。云林好尾科技大学的附近，有一个86岁卖面的阿嬷，甜一碗面才卖20块，一碗汤嘛才卖10块银，是互伫咧当地读册学生囡仔真有福气。阿嬷安尼卖面，虽然每个月爱了10万块，有缘是继续卖，当做咧做善事。好尾科技大学4个学生感念阿嬷的好心肝，用1年半的时间拍摄阿嬷为透早到菜市啊买菜团料的点点滴滴。10分钟的纪录片，离毕业的展览感动真侪人。你看个正下，10块哈。对。不管是面也是饭，拢是卖20块，汤咧10块银，只要3站，互附近好尾科大学生食饱饱。虽然有后生查囝金钱援助，但是像伊安尼卖，一个月也是了10万，但是阿嬷做啊真欢喜。香菜、油豆腐、板条。天也未光，86岁阿嬷一个人骑脚踏车出去采买，一个人真早就起来传了啊。还不错是啊，婆婆也蛮热心的。阿嬷每天爱应付数百个人的用餐，伊一个人敢若煮面、甲款饭，就拢无用卖过来。真侪学生会主动来做义工，家己拍碗，家己找钱。9点来帮我做到1点。4位好尾科大学生用1淡半时间拍片，对透早到深夜记录阿嬷传了卖面的点点滴滴。他这个人有很多的东西可以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想要将他的一些行为来去让更多人知道。因用阿嬷开店的地址中村36号做纪录片的片名，10分钟的纪录片，体现学生对阿嬷的感谢。他拍的怎么样？我这么老了，反正就是丑丑啊。我又不会很重视公怎样，做人就是做自己。影片伫毕业展报上感动袂少人，有人要替阿嬷提报好人好事，校长嘛想要聘请伊做辅导主任、笔记转。阿嬷讲，伊食穿拢无欠，会当有上万的孙仔，逐工陪伴，已经是全台湾上幸福的人。